來看南投縣鹿谷鄉的老大人比例佔要3成，是南投縣人口老化上嚴重的所在。南投的東華病院4年前就開始去鹿谷鄉秀峰村來提供巡迴醫療服務。今年東華病院閣再甲2台錄影車改做是行動病院，並繼續來做偏鄉的醫療服務。落雨天，錄影車停駛到長外口，這台車唔是咧錄影。是一台甲錄影車改裝做行動病院的車輛，嘛是這架新車第一屆來南投的鹿谷的秀峰村。新電台哦，嘿，新電台，新電台，我第一個啦，開始學安怎過老人的生活。教會人員大姊今年82歲，嘛一隻服務15檔啊，一鹿谷老人人口是全南投人口老化比例上懸的鄉鎮，佔28%，加上地較闊。交通較無方便，醫療資源嘛較欠缺，真濟老大人身體有病痛，攏較會輪，嘛會較分段去互醫生看。阮遮嘛無病院，啊衛生所我佇鹿谷，而且嘛愛10外公里啊，老人的症頭都也袂嚴重啦，啊都酸痛，啊體步搭嘛無真有效，是暫時安尼搭咧感覺較舒服安尼爾嘛無效呢。第二個醫生來安尼無較安心咯。對啦，有差安。其真安心，啊嘛真方便。有照時間來，每一禮拜有拜四攏有來，因為安尼因較放心啦。南投的地區病院東華病院4年前就去南投鹿谷的秀峰村提供西醫巡迴醫療服務，因為是臨時就地找場所，攏以看病開藥為主，為着時代會當得到更較多醫療照顧。東華病院向衛福部提出偏鄉行動醫療車的計劃，將2台價值成千萬的錄影車變做行動病院，會當做心電圖，會當做超音波的檢查。我們會希望讓這一些比較偏僻的居民們能夠維持着健康的身體。我期望的是說，這些車子呢，能夠讓他們知道他們自己身體的狀況怎麼樣。那有需要的話，我們可能就會希望引導他們回到醫院做更進一步的檢查。張院長講，伊這4人服務的所在攏是一偏鄉，這2台車會豆豆增加設備，伊希望這2台行動病院的車輛會當服務更較濟偏鄉的民眾，讓時代免驚無病院。記者安修南投報道。